Hello， 各位型男靚女，如果你哋想去江南又唔想舟車勞頓嘅話呢，可以嚟中三小欖。我身後呢個耗資15億打造嘅寧輝園，全新徽派園林建築，唔喺江南，勝似江南。住約500尺嘅湖景客房，房間乾淨企理，空間闊落，窗外就係湖景，舒服到一覺可以瞓到自然醒。酒店嘅室外泳池都開放咗啦，大家除咗可以散下步欣賞風景之外呢，仲可以過嚟呢度游下水。真正嘅慢活度假就係咁簡單。我哋寧輝園嘅海鮮自助晚餐，大家都可以食得放心。海鮮、刺身、熱盤、生果、甜品、飲品，新鮮又豐富，食到你滿足為止。探鋪飛之餘嘅話呢，仲可以欣賞到窗外嘅靚湖景。無論係 family trip 定係約埋老友一齊出發，呢度都係放鬆心情嘅好選擇。快啲嚟 PM 我哋報名啦！